9. 这与那的询问。个，你的懂地之外，这是什么？你的接人，你的接人，这是书。你的别掐人，你的别掐人，这是谁的书？你的随别掐人，你的随别掐人，这是我的书。你的俺也别掐人，你的俺也别掐人。是汉文还是藏文？甲乙人懂北乙人，甲乙人懂北乙人，是英文。英乙人，英乙人。那是什么？得接人，得接人，那是主笔。得指头人，得指头人。是写什么用的？禁止一人，禁止一人。是写藏文用的。北印着一人，北印着一人。藏文好学吗？北印用干么爱人，北印用干么爱人。只要努力很好学。没在写那用什么人，没在写那用什么人。这个挎包是哪位的？库曼的所有人，库曼的所有人。这包是扎西的。库曼的扎西之人，库曼的扎西之人。那架相机是你的吗？巴切的缺几爱人，巴切的缺几爱人。不是，是纳姆的。马瑞，三米人，马瑞，三米人。这是哪家的房子？空班的苏从个人，空班的苏从个人。这房子是格桑家的。空班的各种从个人，空班的各种从个人。那台电脑是你的吗？罗来的缺几爱人，罗来的缺几爱人。是的，是我的。人，俺也人，人，俺也人。这匹马是你们的吗？蛋的切去爱人，蛋的切去爱人。是我们的。人，俺去人，人，俺去人。这块地是拉姆家的吗？行动的拉姆从给爱人，行动的拉姆从给爱人。不是，是多吉家的。马瑞，多吉从给人，马瑞，多吉从给人。这件衣服是哪位的？军的所有人，军的所有人。是我的。俺也人，俺也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萨强的戛纳人，萨强的戛纳人。这是礼堂的牧区。那呢，礼堂给入客人，那呢，礼堂给入客人。那些人在做什么？没得去这些来人，没得去这些来人。他们在放牛。可去送错了人，可去送错了人。这地方真漂亮。萨强的我们怎么人？萨强的我们怎么人？真的很漂亮。我们哈种怎么人？我们哈种怎么人？藏族谚语。白鸡当白。阿婆容金见那，嘎定吃了倒不没。阿婆容金见那，嘎定吃了倒不没。如若男儿有本领，嘎担宝座无主人。卡松肯帕马，三松肯老板。卡松肯帕马，三松肯老板。欲生者父母，欲兴者老师。若没拦着，他容易决；若没拦着，他容易决。主意可求教他人，决断要自己下定。